集水区转弯的地方，你看，这地头港的东边也转弯，从北转向南。然后在地头港西边，宋江拐路一点，你看要转向西北边去了。东边、西边集水区都有转弯。正前方、远方那座庙，大红蓝天宫广播，那边有主要供奉修成观世音菩萨果位，叫做蔡观音佛祖，蔡观音佛祖，修成观音佛祖果位，被称为叫蔡观音佛祖，蔡观音佛祖。正前方那就是中山高速公路，中山高速公路，你看，经过集水区的那个河床，你看那么长。刚好是转弯河床才会那么远。